去年台北市有5例天9例的本土病例，今年到4月嘛已经有10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咯。即马生活季特别到咯，台北市环保局就号召上千人做回来整理环境。摕到特chế孙检棍仔，顶头连接着镜头，生态风棒仔师经验真富。镜头对准大约2楼高的树坑，虽然内底有种食物，但佫有未少积水。土不够，它要把它填到就是填满，对，就把它积水的状态破坏掉就好。风到天9日，生态风棒仔西第一重视就是清除滋生源，只要积水0.5公分，蠓仔就会当生卵。尤其是伫暗搁淡的地点，所以好好清除积水，就会当明显降低蠓仔的数量。我们用一个比较这个省的成本，因为我们只是要做到巡倒、清刷这4个动作，然后这个4个动作是完全不需要花钱。做好顺道清理，成本低，效果好。北市环保局9号号召超过1000个人进行环境巡检。环保局表示，未少民众会以准喷药消毒，这是上好的方法，但其实清除积水才是。消毒可以去杀虫，可以杀蚊子，但是呢，因为你持续的喷销的话，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抗药性，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这么高频率的去这个喷药。清除积水嘛爱骨力，大概落雨了后，民众定定嘛会袂记，搁爱清一届。自帮自己讲，我们都交代出去，看到了你就给他讲，劝导一下，都会接受了。对着梅雨季节特别来遐，天气会变成淡搁热，蠓仔较会滋生。环保局表示，继续利用科技防疫，伫公共区域、近山区农地主体监测蠓仔分布佮密度，嘛提醒民众伫室外穿浅色的长衫裤，嘛伫皮肤走出来所在喷防蚊液，做好自我防护。公司新闻林静梅、吴家宝台北报道。